又收信啦，各位朋友。人哋做中介咧，就喺度搏命收佣金；我做中介咧，就搏命收各大發展嘅律師信。你出去問下人，是但問一個人，問下佢哋想要啲乜嘢。2026最快出俾我嘅唔係佣金，而係律師信。因為啲有錢佬喺度玩嘢啊！越有錢就越有得玩啊！呢個世界公平咩？呢個世界公平咩 Hello， 大家好，我係 Johnny 啊。2026年開年之際啦，收到嘅唔係舊年嘅一啲佣金啦，而係一封信。呢封信咧就唔係表白信啊，而係律師信。咁啊，收得律師信，無論喺香港啦、中國、全世界都唔係一件好事嘅。咁啊，呢封信嘅內容都非常之簡單嘅，就要求咧我將琴日咧拍攝咗嘅一條影片啊，就喺 YouTube 將佢撈咗佢嘅。咁就對此啊，我就表示唔認可啦，因為呢條影片咧大致上係講我採訪一位香港人北上中山買樓嘅一啲感受啦。啊，咁喺可能喺影片嘅內容中咧表達嘅意思，即係同人哋發展商了解到嘅係有出入嘅，因此咧今日就收到呢封信啦。咁至於我落唔落架咧 ？Sorry， 有錢真係大晒。咁我而家拍攝緊呢條 video 咧，我仲未有落架嘅，因為我仲喺度協商緊。但我希望透過呢條 video 咧，再同大家去講講中山買樓或者喺中國買樓啦，樓價、風險、機遇係並存嘅。如果大家想了解成條 video 嘅經過咧，可以 click 翻上面條 link 嘅。咁咧，我就再一次介紹翻我自己啦，一位從事咗10年地產嘅老中介、老牌中介嘅。咁啊，好多人會形容啦，當你從事一個行業超過10年嘅時間，你一定係有無數嘅經驗啦，或者係你過去踏錯嘅一啲路啦，你想分享出嚟。咁隨住2026啦，我哋嘅 AI 越嚟越先進啦，每個人咧，甚至乎細路仔都可以做 YouTuber 嘅情況之下咧，咁呢個 channel 咧，我就而家係擁有12700位追蹤者嘅。咁啊，為咗呢12700位追蹤者咧，我決定將一條片咧繼續 keep 住，希望可以俾更加多人睇到嘅。如果你都中意我嘅 channel，記得 follow 翻我哋。咁我哋今日再講翻上一條影片 ，Michael 即係我同 Michael 未有透露出嚟嘅。咁啊，而家發展商就好明確咁樣同我講咗啦。佢就話：首先樓盤係一定冇爛尾嘅。咁呢個咧，我係表示認可，因為由頭到尾我哋都係冇講爛尾呢兩個詞啦。只不過係話點解會提前咁早放假？大家要清楚喺踏入2026咧，其實中國有40%以上嘅中小型企業都已經係放咗假嘅，即係俾啲職員翻咗去，咁就提前就出少1個月嘅糧。點解會咁呢？無非都係社會嘅一個經濟原因啦。咁啊，去到2026可以話係經濟寒冬期嘅，你可以話係拉屎啦，都可以話係谷底嘅。啊，咁樣嘅情況咧，地盤呢個咁敏感性咁重嘅地方，你話停工啦，咁你點樣去應對嗰班買家咧？咁呢個就係要大家要去睇嘅一個角度啦。啊，咁事實上咧，第一個冇爛尾 ，OK， 我都係表示認可，因為做地產呢一行經歷咗咁多啲樓花盤，2年3年都有㗎。咁我早啲施工啊，或者係早啲翻屋企放假都有，係嘛？咁啊，第二件事有關就係關於買家俾晒錢，跟住嘅話就有冇完成簽約？簽完約係咪而家你停工合唔合理咧？咁呢一點咧就存在少少爭議啦。咁啊，據佢哋透露翻啦，其實有部分買家俾晒錢，但係未有完成所有嘅簽約嘅流程嘅。咁我對此咧未有完成所有簽約嘅買家咧，係有機會會反口嘅。咁樣嘅情況咧，又要點樣做咧？因為我唔係發展商，亦都唔係我負責，所以我就保持翻我自己嘅少少嘅不理解。好，咁啊，成件事經過大致係咁。咁啊，第三樣補充翻第三樣，咁究竟可唔可以喺2027年入伙咧？其實我自己嚟睇下，按照目前嘅經濟規劃嘅情況之下咧。問題不大，即係我唔係話撐邊個，而係咧我跟住我要講嘅呢個 topic 咧，圍繞住就係有關保交樓嘅同埋樓價。好，咁啊，以上件事咧，我哋就畫個圈啦，咁就 OK 搞掂。跟住咧，我哋再講講2026年開年之際啦，中央亦都發布咗有
有關房地產最重要嘅一篇文章，求是。唔知大家喺香港有冇而家仲有冇喺 office 睇開雜誌嘅一啲習慣啦？咁小弟咧就係有嘅。咁呢篇求是咧太多啲文字啦，我哋就唔一一讀出嚟啦。咁我哋捉啲重點嚟講，就係政府或者係極其權威嘅機構咧，承認咗中國嘅房地產係具備非常之強烈嘅金融屬性。呢句話代表住咩咧？我先同大家講講一啲全球性嘅經濟少少啦，即係小弟都唔係特別識嘅。咁大家要知道喺現階段嘅所有全球發達嘅國家裏邊咧，房地產呢一個 GDP 嘅佔比都係非常之高嘅。你例如日本呢啲啦，其實都係超過7%嘅一個佔比。咁美國如果你計埋啲房地產有關嘅一啲行業啦，上下游其實佢都佔比去到20%嘅。即係喺呢啲發達國家，佢今時今日可能你睇美國SpaceX 即係馬斯克嗰啲，佢已經係要上太空發展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1/5嘅 GDP 依然咧都係依賴翻房地產極關佢嘅一啲上下游嘅。咁日本啦、新加坡呢啲全部都係。咁回歸嚟到中國，咁中國喺今時今日超過咗60%嘅居民啦，佢哋嘅主要嘅財富都係依賴翻我哋嘅房地產。咁亦都意味住房地產佢嘅一個財富同我哋嘅居民嘅財富係直接掛鈎嘅。咁如果你話我即刻房地產要冧，我再扶持一個新嘅，例如 AI 啦，例如我哋嘅芯片呢啲諸如此類新興行業得唔得呢？其實係得嘅。同埋而家喺2026年，中國嘅電車市場已經係非常之 hit 嘅。其實唔使多睇，睇翻香港10架車有8架都係電車，其中咧唔再係8架 Tesla， 而係咧有5-6架都係我哋嘅國產嘅品牌。咁大家可以見到嘅。但係從中我哋會睇到一個問題就係，求是呢篇文章咧，佢承認咗我哋嘅中國嘅樓宇咧係具備我哋嘅金融屬性嘅情況之下咧，咁你話Johnny 咁呢個有咩問題咧？有咩關聯咧？跟住我哋就要講翻嘅。隨住房地產佢慢慢係步入一個寒冬期嘅最低位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有關房地產上下游即係從事房地產嘅，包括建築啦、設計啦、提供一啲上下材料嘅一啲建築公司啦、材料公司啦，其實佢哋而家都係面臨住冇工開嘅，咁影響嚟講係極其之大。咁我哋反觀過嚟啲電車，咁電車隨住越嚟越成熟嘅技術咧，佢已經係唔需要咁多人。就連中國最 top 嘅比亞迪，大家知道啦，佢係2025年已經係裁員超過30%嘅。大家可以見到，其實呢啲所謂新興嘅行業，佢雖然可能未來會做到全球嘅市場啦，同埋佢會做到上市，但係佢嘅溢價市場係好低嘅，即係佢唔會分好多啲財富留翻俾我哋嘅一個普羅大眾啦，同埋佢唔會提供咁多就業崗位。咁你諗下啦，起一層樓同埋整一部車，邊樣係需要更加多嘅崗位？我相信咧，前者房地產依然係佔佢一個比較重嘅一個比例。再加上咧，我哋60%以上咧係直接就係買樓，淨係識買樓作為一個財富嘅傳承。你好似美國、新加坡全球最好嘅一啲地段啦，嗰班人已經係用緊啲咩信託基金啊，我哋嘅債權啊，甚至乎仲有公司掛公司再掛公司，即係我哋已經係唔可以理解嘅一啲數字貨幣嚟傳承嘅情況之下咧，中國過去40年依靠房地產依匹超級嘅馬力機行咗40年啦，亦都係令我哋喺40年咧做咗人哋200年做晒嘅嘢。咁呢10年咧，近10年我哋係可以理解成就呢個馬力機咧，佢都有啲頂唔住啦，而家要入廠維修。但係你喺入廠維修嘅過程中，好多人就會認為唔得啦，又要整多一個新嘅馬力機。咁新嘅馬力機喺邊度咧？大家都唔清楚，所以我哋圍繞翻嚟就係2026年透過求是呢篇文章咧，我哋嘅中國樓宇咧，咁你問 Johnny 我咧，我亦都係長線睇好嘅，長線睇好，因為你冇可能咁短時間內大家都將手上啲資產拋出去噶嘛。同埋求是文章仲提到咧，2025年嘅樓價相比起2024咧，都係再次下降10到20%嘅，意味住咩咧？意味住我哋嘅居民嘅財富一年就蒸發咗差唔多20%嘅。咁你對於一啲普通家庭，中國10幾億人口嘅家庭嚟講咧，咁你依啲係非常之慘重嘅。咁換成以前啦，我哋舉個例子，以前你有一層樓，你50萬買入嘅，咁過2年咧升咗100萬，咁呢幾年啦。
你嘅消費嘅狀態一定係出去食飯幾百蚊我請，出去旅行又1萬幾千我請，冇問題嘅。但係咧，如果你呢幾年50萬買咗一個單位，咁過多幾年咧跌成20萬，咁到時候唔好話出去食、出去飲、出去玩，你供樓你都會有壓力，因為樓價跌咧，意味住成個社會嘅經濟都會跟住落翻嚟。你可能面臨住降薪啦，甚至乎俾人哋裁咗啦，冇公開啦，甚至乎要靠屋企人養翻你轉頭啦。咁你面對住咁樣嘅一個情況之下咧，社會嘅矛盾自然就會出嚟啦。咁呢個咧就係點解我會長線睇好嘅。咁可能呢條影片咧講得唔夠清楚咁我哋再講翻少少，就係今時今日仲好多人會認為咧，內地咧物廉價美呢個詞係冇錯嘅，但係大家有冇用過拼多多咧？1蚊雞或者1毫子，你去買到幾包廁紙呢啲物價低過頭嘅情況下，基本上你人工就係唔值錢嘅，物品都係唔值錢嘅情況之下，政府亦都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喺新嘅一年咧，我哋會focus 翻成個中國佢政府咧，佢會使用翻唔再添油加醋咁樣去開放啲政策，而係咧射火箭咁樣一嘢就嚟個重嘅包括可能大家會提到嘅貼息按揭啦，同埋我哋嘅一個保交樓啦，同埋收翻啲保障嘅單位啦。咁呢度咧要注重翻少少，就啱先我哋開頭講到嘅發展商。咁喺2026咧，政府估計喺呢篇文章估計到佢就話個別嘅企業啦，即係地產商啦，可能會面臨住破產或者係重組嘅。咁呢一個問題咧，我同大家講係一個你話係嚴重咧，其實唔係咁嚴重嘅，因為現階段嚟講咧，十有其八嘅發展咧都已經係同地方性嘅一個國企啦，進行一個融資並購㗎啦。你好似珠海嘅華發啦、格力地產啦，同埋我哋嘅九州集團啦，全部都係已經帶有國資委嘅背景嘅。咁樣嘅情況咧，佢哋先有實力持續去開拓我哋房地產嘅一個南海市場嘅。好啦，咁最後咧，想同大家講翻2026年你又點樣睇中國嘅樓價咧？希望大家可以喺評論區留下你精彩嘅留言啦。我係 Johnny，咁為咗我呢個 channel 咧，我一定係力爭到底講多啲有用嘅、有營養嘅內容俾到大家。咁最後記得 like 翻我哋嘅 channel，follow 翻我哋，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